子樂，其實你真係跳得有板有眼。雖然你平日冇咩耐性讀書，但難得你揾到跳舞呢種興趣，又堅持咗咁多年，仲跳得咁好喎。作為阿媽嘅我，真係覺得好安慰啊！阿爸阿媽，其實我諗過啦，反正我讀書普通，跳舞有天分。跳舞老師話，遲啲韓國會有娛樂公司嚟香港招募有表演潛質嘅年輕人做練習生。老師話可以推薦我去參加招募，我都想去試下。就算今次唔可以入選，將來我都會再試，甚至會停學專心練舞。你仲咁細個，點都讀完中六先啦。我唔細㗎啦，韓國做練習生就係要13、14歲開始做，然後訓練幾年有機會出道。如果等到中六先去應徵做練習生，就超晒齡，好難入㗎啦。如果你係李生同李太，你會點同子樂商量，或者點處理呢一個情況呢？